各位觀眾嚟到講人講事，咁咧信眾要求咧話要孫柏文多啲嚟做我哋 EETV 講人講事嘅節目喎，因為佢嗰次講咗香港人點解要移民啊咁。嗱，而家請到孫柏文啦。我首先多謝大家先啦，就係因為嗱，我知道本台咧就一向走呢個偶像派路線嘅，唔係啊，成日做咁靚女，咁啊不過咧都有我嗰段成個鐘頭長解釋點解大家要移民，由呢一個嘅香港歷史開始講起，點解香港嗰個地運跑完都有唔少嘅迴響，即係我自己親身都聽到唔少嘅迴響，咁啊所以就多謝大家先，咁啊即係就算唔可以說服你，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思維嘅衝擊。你說服到我㗎啦，其實。係咩？係啊，我已經file緊你嘅 application。唔喺香港買樓咯。OK，very good。咁啊，今日咧其實我係想講脱歐嘅。脱歐係咩嚟嘅啫？其實。哎呀，姨姨你真係問得好啦！嗱，姨姨你係一般普通香港人。我老實啲啫。咁啊，脱歐係講乜嘢咧？其實咧。就講緊話英國咧將會喺禮拜四咧，咁啊就會係進行呢一個嘅公投。咁啊公投嘅議題好簡單咧，就係究竟英國應唔應該留喺作為一個歐盟嘅成員？歐盟嘅成員其實我又想問一樣嘢啊！你話我白痴又好，低能又好，香港係咪屬於歐盟嘅成員啊？哇！姨姨你今日真係飾演呢個角色非常之精湛。我唔係飾演真㗎，我問啲嘢都。嗱，歐盟好簡單嘅，歐盟其實咧係一個咧，佢哋即係由創立至今咧嗰50-60年咧，都執一個目標嘅啫，就係越嚟越點講好咧？closer union， 即係佢哋嗰個嘅聯盟要越嚟越點講？用 closer 點講咧？好 close 咁點講咧？接近咯。係啊，即係要越嚟越統一啊！應該用統一嚟呢個字係最好啦。咁啊，開頭咧其實咧歐盟嘅創立咧就靠一個幾張嗰啲條約嘅。咁其中一張最出名，我自己因為我係英國嘅學校系統出嚟㗎嘛。你冇答到我問題。係乜嘢啊嘛？香港啊。香港就唔係歐盟嘅一部分嚟嘅。咁啊不過咧，中國都唔係歐盟一部分嚟嘅。歐盟有30幾個國家。中國冇份啊？由呢個波羅的海呢啲國家咧，係咪？立陶宛、愛沙尼亞 （Estonia）、Lithuania。唔緊要啦，唔使數啦，你哋識嘅就識。我哋唔識嘅咧，如果咁講唔關中國、唔關香港事，你講俾我哋聽做乜嘢先？講俾你聽做乜嘢咧？其實咧，即係歐盟呢樣嘢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一張叫羅馬條約。咁羅馬條約淨講兩樣嘢嘅啫，就係咧呢一個嘅自由貿易，完全嘅自由貿易喺兩樣嘢度，就係呢一個鋼鐵同埋煤炭。咁啊，呢兩樣嘢咧都係打仗嘅必需品嚟嘅。咁就話點解突然間要為呢兩樣嘢去話要自由貿易咧？其實嗰個嘅原意就係因為由1945年之前嘅冇100年，德國同埋法國開拖3次，死傷斷千萬人計。哇！真係㗎？係啦，咁啊，所以咧當時咧戰後之後咧，啲人就諗我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德國同埋法國唔打仗嘅？你諗下100年打3次，每一代打一次喎。OK， 首先你有呢一個即係 Franco-Prussian War 啦，呢個19世紀末啦，跟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都係法國同德國開拖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兩樣必需品，即係打仗嘅必需品就一定係鋼鐵同埋能源，即係煤炭。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國父就話啦，即係嗰批戰後嘅國父就話，不如咁啦，為咗避免佢兩個國家打仗，仲要有藉口去說到啲人民打仗嘅話，我要搶呢啲戰略資源翻嚟，所以要同佢開拖，咁唔使搶啦，因為咧你只要買就得啦。咁所以咧就有啲自由貿易，簽咗呢條羅馬條約，嗰時得6個國家嘅啫，就係法國、意大利、德國同埋3個比利時、荷蘭同埋應該係盧森堡啊，呢6個國家嘅。咁就呢個成為歐盟嘅雛形。咁點知咧70年代中嘅時候咧，英國經濟非常之弱啊。咁其實60年代都係立亂㗎啦，英國。咁啊，被人哋稱為呢一個歐洲病夫啊 ，The Sick Man of Europe。咁啊，歐洲病夫60年代想入呢個歐盟咧，當時戴高樂咧就話唔俾佢入，因為知道英國一入咗之後咧就會制衡咗，因為嗰陣時仲係西德、東德國未統一㗎嘛。咁所以成個歐盟其實係法國左右嘅。佢計有條數就係戴高樂計有條數就係，如果英國入埋嘅話咧，咁就會令到法國人嘅聲音就減弱，因為德國同埋英國就可以聯合
對付法國，一路都唔俾佢入。咁點後尾戴高樂70年代落咗台之後咧，就俾英國入啦。咁英國咧就1975年就進行公投，咁嗰一代嘅選民咧就支持入歐嘅。咁嗰陣時咧就未叫歐盟嘅，嗰、嗰個純粹係一個歐洲經濟社區咁嘅啫，即係我唔記得中文譯名啦，不過英文就叫做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咁佢入咗之後，我唔係好識啊，但我見到都幾好喎，而家英國。嗱，英國好定唔好，究竟關唔關歐盟事呢個撇開先。第一件事就係因為佢話一路都要越嚟越 close 啊嘛，越嚟越統一啊嘛，即係行政上或者立法上嘅條例，大家都要吻合噶咯喎。咁所以咧。而家啲人計過咧，去到2016年咧，英國每100條法例新法例推出嘅時候，政府要你做嘅嘢，有60%或者超過60%，其實就唔係英國國會通過法例嘅。邊個通過？係歐盟俾咗條法例佢，話嗱，從今開始成個歐洲都要咁樣。咁英國因為佢係一個歐盟成員國，所以要跟啦。咦？咁我哋香港都要跟喎，跟英國法例㗎嘛？唔係，我哋香港其實喺97年之後就脱離咗嘅。不過咧，最緊要嗰一環咧就係咧，其實今次呢一次公投脱歐公投咧，就有少少似我哋香港而家民怨飛升嘅同一個理由，就係英歐矛盾。英歐啊！即係歐洲人，歐洲特別係布魯塞爾嗰班，因為歐洲嗰個嘅佢哋本身歐盟有個國會嘅，而佢哋嘅立法程序有少少似香港立法會嘅，就係咧首先咧國會議員咧歐盟裏邊嗰個嘅議會咧係冇提議案嘅能力嘅。即係同香港一樣。係啦，香港係啲 A.O. 寫完之後，局長行出嚟就話：哦，你哋審議啦咁樣噶嘛。咁其實同歐洲係一模一樣，而同歐洲亦都一模一樣，就係同歐洲唔同咧，就係香港立法會係冇道德高地噶嘛。咁香港立法會有個原罪就係唔係民選啊嘛。不過歐盟嗰個道德高地就好高啦，因為佢成個概念創出嚟就係為咗防止歐洲再一次陷入戰火之中啊嘛。即係歐洲都係有功能組別㗎咯喎，立法會。冇。不過咧，因為投票咧極偏低啦，兼夾咧歐盟多年嚟咧都會大量補貼，即係亦都有啲人話收買好多非政府組織，令到好多非政府組織變為佢哋嘅打手出去四出拉票。即係好似建制派咁。Yes， 佢哋都有阿爺，就飲阿爺奶水嘅。咁好啦，你聽落去之後覺得咁算啦，都可能即係你知嘅時候開拖嘅話，咁有個咁嘅歐盟，咁啊就算佢哋話啲議員冇提案，即係有少少好似唔係太民主都收貨啦。不過咧喺2005年有個好緊要嘅轉捩點嘅。咩啊？就係因為佢哋話要越嚟越 close。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當時佢哋想推出一個正統嘅憲法，唔好再靠國與國之間簽條約啦，直情整咗憲法出嚟話嗱，呢個歐盟而家開始咧就架空晒大家㗎啦。咁點知道咧？好多國家咧都要進行公投去接受呢一條憲法㗎嘛，就喺公投又公投嘅情況之下不斷咁輸。咁歐盟知道，咦賴嘢喎，就繞過人民，繞過晒呢啲咁嘅公投嘅程序，就監粗再一次將呢一啲咁嘅憲法裏邊嘅賦予嘅權力同條例提上去國與國之間嘅國會，以條約嘅方法再簽，而變成一個叫做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咁都得？係啊！就係咁都得，咁就開始帶有一種不但止唔係太民主，直情係反民主嘅味道啦。咦？咁中國咪仲好過佢？未去到，不過都係嗰句英歐矛盾嘅原罪就喺2005年開始真係有變出轉捩點啦。咁啊，亦都喺金融海嘯之後，特別喺歐債危機之後咧就加劇，因為咧當時有好多國民話：喂，你減社會開支唔得喎，係咪？你一係俾我呢個政府負債累累嘅政府放棄用歐元，用翻自己嘅貨幣大幅貶值，咁貶值咗之後，咁啊即係出口提高啊，又可以印下銀紙啊，填翻個氹啊。你一係咧就俾我走數，兩個方案嘅啫嘛。咁就歐盟話唔得，咁就夾硬咧同希臘政府講，你要同我即係呢啲咁嘅救援措施咧，其實最得萬變不離其中，都係歐盟同呢個政府講，你還唔到錢啊嘛。你連利息都還唔到啦嘛，係咪？得，我借錢俾你，不過啲錢就唔會經你手嘅，我直接幫債主還。每一次一段百億計嘅歐元嘅拯救方案，都係歐盟直接還翻俾銀行。都好啊。正，
好過你破產啊！嗱，而家問題邊度咧？就係、當然唔係淨係同你話還錢㗎，呢啲咁嘅嘢，我哋作為中國人好明白到嘅，特別係啲條款係啦，個條款就係要喪權辱國。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當然第一件事要你政府大幅減低開支啦。都要㗎啦，係啦，你唔少唔夠錢啦，係咪仲要減開支減到要有盈餘？啲盈餘咧就攞嚟去還債。不過咧點知一減落去嘅時候咧，因為經濟體頂唔順咧，right？咁啲條例又唔減喎，即係其實做生意就一樣咁難喎。咁喺就算大幅減開支嘅情況之下，稅又唔減，咁就出事啦，令到個經濟萎縮快過佢哋嘅預期。咁 therefore 咧，其實雖然話年初我哋用呢一個開支咁嘅稅率就應該有盈餘，點知年年都仲係赤字。咁仲要點咧？咁梗係啦！你作為希臘人民主社會啊嘛，我哋香港人成日覺得有票商就萬能啦嘛，係咪？好啦，選咗個新嘅希臘政府出嚟。咁呢班僆仔咧，其實咧個味道有少少似黃之鋒、梁天琦嗰扎嘅。冇你10年前喺歐洲係冇人信，就唔可以同阿梁天琦即係並排而比較嘅。講真，唔係都係僆仔嘛。唔係咁，黃之鋒好似正路啲嘅。唔係佢哋嗰啲政見全部唔同啦，全部政見唔同。不過都係嗰一代後生仔裏面衝擊㗎嘛。你大佬啊，你邊度揾班僆仔出嚟選？即係邊度會執政啊？贏都可能會贏，不過點執政啫？係啊。點知道就俾佢執咗政？好啦。點解揾個財長翻嚟啦？咁如果你係一個負債累累嘅國家，擺到明已經俾人哋多次喪權辱拯救方案、喪權辱國㗎啦。咁你作為呢啲咁樣嘅社會運動家，第一件事咁梗係作為財長啦，睇下盤數係點先。咁你作為盤數係點？開支嗰邊好清楚啊，因為你使幾多錢你知㗎嘛。咁你收入有幾多錢咧？咁梗係攞去稅局睇下啦。點知道呢個財長去到稅局話喂？同我職員講，你幫我開個電腦出嚟，幫我睇下究竟我哋而家每個月我哋希臘政府稅收係如何？點知佢話 sorry 啊，我哋 log in 唔到啦。點解咧？因為原來希臘成個稅務系統嘅控制權已經俾咗德國啦。點解會咁嘅？因為你之前嗰啲拯救方案其中一個條文就係要將你嘅稅收嘅權力同埋控制權俾咗德國咯。咁你唔知嘅咩？簽嗰陣時咪佢知。就係呢一批官員之前嗰啲政客，即係收買咗。如果你用香港嘅比喻啊，你可以話收買咗，你亦都可以話佢哋因為覺得危急，所以咧就簽咗落去。咁所以有少少似卿姐入中聯辦嘅。如果你係嗰啲激進派的話，出賣咗簽咗。唉，真係慘。係啊，咁真係慘。咁不過你歐洲唔係啲人唔係盲噶嘛。佢知道你做緊呢啲咁，即係仲要係點咧？咁嗰陣時第一次拯救方案出台嘅時候，喂，嗰個總理仲有良知㗎嘛？邊個嗰陣時？嗰陣時我唔記得咗嗰個希臘名係乜嘢啦。不過嗰個總理就好簡單嘅啫。佢話：喂，呢一個喪權辱嗰個方案，我都要俾人民睇下先得㗎嘛。係咯。咁佢就淨係講喺個記者招待會話：我哋希臘政府收到呢份建議啦，我哋希望進行公投。係啊！講完冇一個禮拜，死咗嘅。佢落台。唔係俾人殺頭。佢冇殺頭，不過佢落台。歐盟叫佢落台。哇！如果咁樣，咪仲黑暗過中國、香港？係啊！哇！勁好。歐盟勁黑暗㗎，不過佢有道德高地啊嘛。佢所有做嘅呢啲咁嘅黑暗嘢都係潛台詞，就係我哋唔想法國同德國開拖，再令全球進入火海之中，戰亂嘅火海之中。哇！我以為外國好啲㗎喎。唔係。咁好啦，貝隆斯科尼一個成功嘅商人喺意大利，亦都做過好多屆總理，又話啦：如果我哋意大利冇錢，又要搞呢啲方案喎，我又想整個咁樣嘅公投，或者係想整個大選，又係嗰陣時嗰個歐盟嘅會長話唔好做，呢個係要做決定嘅時刻，而唔係做選舉嘅時刻。喂，選舉係攞人民嘅意願去做決定啊嘛，唔俾又落咗嚟。你同五區公投差唔多嘅啫喎。唔係直情係，如果好似係特首叫五區公投都未做咋，就突然間特首話我腳痛，我要落台啦。真係慘。唔係啊，係啊，所以如果你仲有係即係如果你話英國本身咧，其實佢因為經濟比較好嘛，咁所以咧因為歐盟本身咧有啲嘢就唔係話差嘅，例如話啲人可以自由嚟自由去。咁問題就係你以前例如我哋香港其實講真啊。深圳有戶籍嘅人同我哋香港人
佢哋話可以自由嚟香港。我相信對香港嘅 impact 唔係好大，因為深圳人咧其實基本上咧都好似香港人㗎啦。佢哋講嘅廣東話比較正啲先啦。而家講緊係冇戶籍嗰班，即係你講真係 officially 正規嘅深圳人口好似700萬啊，有戶籍嘅人定1000萬啊。因為我唔理大陸你知啊？深圳咧好似聽聞咧真係有戶籍有1000萬人，不過住喺深圳有3000萬啊嘛。正如嗰2000唔知邊咩人嚟㗎嘛。喂，馬化騰其實係深圳大㗎嘛。馬化騰根本就出嚟香港㗎啦，你都唔覺㗎啦，係咪先？係啊。OK 好啦，咁啊。問題就係當你一開放俾例如話以前東歐嘅國家，突然間波蘭湧咗100萬人去呢一個嘅英國嘅時候，如果講比例上啊，因為英國而家大約有6000萬人啊嘛，湧100萬，即等於我哋香港突然間湧成10幾萬個唔知咩省份嘅人嚟香港喎。有㗎。即係喺應該係大約10年之內湧咗大約10幾萬某一個省份嘅人，突然間嚟咗香港，仲要攞晒香港後生仔嘅工作機會。咁而家都係有啊。有，不過咧就係因為我哋香港人感受到呢種緣分，佢哋都感受到。而最緊要就係呢樣嘢，最緊要就係脱歐派以前係非常之非主流嘅，啲人笑嘅，你冇玩啲港獨咁樣嘅，你唔好玩。係啊係啊係咯。咁點知而家玩脱歐派咧就越嚟越成為主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如果攞我姑姐同姑媽就作為例子係最好嘅。當年1975年嗰場公投入嗰個歐洲共同體嘅公投咧，佢哋係投贊成即支持票嘅。佢哋最大嘅 complaint 就係、好似俾人偷龍轉鳳。喂，當時我只係入一個自由貿易區，貨品可以自由貿易。而家搞下搞下，點解突然間會有100幾萬個波蘭人住咗我國家，搞到大家啲後生仔想買樓買唔到㗎？英國係啊，租金租都租唔到啊！倫敦嘅樓價同我哋香港一樣啊，都係斷萬蚊一尺啊！喂，即係斷千磅計啊！喂，佢嗰啲英鎊跌得好犀利，我哋應唔應該買？嗱，呢個我哋講完咗，究竟佢點解想走先？因為最緊要個 point 就係咁樣。其實你話歐盟今次脱唔脱離，我當然覺得佢應該脱啦，係咪？脱唔得好啊！因為脱離其實有個好處，對啲戀歐派有好處嘅，就係因為如果英國走，就會成為最大嘅警號，佢叫醒你班友仔唔好再咁樣搞啊！佢連呢一個風筒啊同吸塵機啊嘅鍋數都要管，你知唔知啊？哦。嗱，姨你短頭髮啦，係咪？喂，嗰位長髮姐姐，如果你冇一個2000瓦嘅吹風筒，冬天分分鐘頭都唔使啦。佢唔知1400瓦嘅啫，淨係可以吹風筒。點吹乾個頭髮啊，大佬？英國人企喺度話：喂，大佬，我個 Dyson 可以好快咁吹乾。佢話以環保理由唔好咁強。咁啲英國人就會話：咁我開耐啲，咪一樣用咁多能源？咁啊係。咁好啦，因為英國受太多呢啲咁嘅嘢，仲要係點咧？一個我哋係前殖民地啊。我哋去英國，例如話去工作或者去旅遊，旅遊都好啲，不過工作或者讀書係要 visa 噶嘛。一個印度又係前殖民地啊，一個印度好優秀嘅電腦工程師，又去唔到英國做嘢喎，或者係要申請好繁複嘅 visa 喎。一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嘅醫生都係叻人啦，又係去英國又好繁複嘅 visa。一個波蘭完全冇技能嘅人就可以去英國。最慘就係因為根據歐盟條約，你對任何歐盟嘅成員國國民同埋對自己嘅國民嘅即係佢嗰個對待一樣啊嘛。咁 therefore 我作為英國政府俾英國人嘅綜援，同一個住喺英國嘅愛沙尼亞人嘅綜援要一模一樣。咁之前大約1年2年前出咗個醜聞就係佢報稱佢失業。right， 咁佢咪攞綜援金咯？咁嗰個社工解問佢：咁你有冇小朋友啊？係有3個，咪填落去咯。證唔證明到單日出世紙佢歐盟成員國成員，咪寫落去咪3個咯，咪俾足4個人嘅綜援佢咯。點知個3個僆仔仲喺波蘭，仲喺愛沙尼亞。哇！你攞英國嘅福利喺嗰邊使喎，仲唔係英歐矛盾啊？仲唔爆啊？爆啦，係咪先？所以如果你係要睇一段短片講關於脱歐背後嘅理由，睇呢段就夠。EETV 密切留意。咁好啦，如果你用一句説話解釋點解特朗普又係一個怪人嚟㗎嘛？係咪？基本上我覺得啊，你以為香港係以為啦，一開始覺得佢怪人啦，係咪先？啲嘢好似好啱聽，不過算啦，商家路邊度有啲贏啊，係咪？係
點特朗普又而家成為咗共和黨嘅代表啦，係咪？咁仲要係好多國家而家都有呢啲以前非常之非主流嘅政客，不斷俾人話種族歧視啦，佢係性別歧視啦，佢有如希特拉啦，或者有如屠夫啦，即係俾人哋不斷抹黑嘅人一路冒起緊喎。係啊 ，right？點解咧？就係因為世人開始醒覺，係啊，啲專家一路不斷同佢講，你只要信我哋就會冇事㗎啦，啲嘢就會好翻㗎啦，冇事㗎啦，好翻㗎啦。由金融海嘯到而家差唔多七年8年啦，好乜鬼嘢啫？全球仲係咁樣。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佢哋話得啦，我哋慢慢改，我哋慢慢改。魚缸嘅水都係要慢慢換嘅。係啊，一次換就死晒啊嘛啲魚。世人而家同所有呢啲咁樣嘅建制派講，全球嘅建制派，全球話事嗰班權貴講，唔好話魚缸水啊！我連你嘅魚缸都要換埋你啊！如果咁樣講，脫歐唔係魚缸都換埋你咩？而家脫到先係啫。嗱，我哋唔知脫唔脫到。嗱，我唔知段短片都幾時出街，不過盡做啦，大家 right。咁啊，而家問題就喺呢度啦。就算脫歐失敗，未來特別喺民主社會會不斷有呢啲咁樣嘅選舉出現，遲早會中。因為有如曹仁超話齋，有智慧不如趁勢，個勢頭喺呢一班換魚缸嘅人民手中，一路咁樣嚟緊㗎啦。香港都嚟緊，不過問題就係香港冇民主啊嘛。嗱，民主最好嘅地方就係成為一個社會戾氣。下一 part 先講，因為你而家咁講咧，我有一樣疑問嘅。喂，咁港獨就會成功啦？未必，下一 part 講呢啲。因為你而家咁帶落嚟，講埋英鎊先。嗱，脫歐咧係咪？因為90%英國得10% 嘅經濟咧係貿易㗎，即係一係入口一係出口。不過歐盟嘅條例咧，任何條例由呢一個嘅餐廳台上邊嗰支橄欖油唔可以你倒落去一個樽度，係要用翻原裝。如果唔係人拉你，如果有人咧，唔係有人拉你㗎。如果你買一支大支嘅，諗住咧咁啊，逐支水分咯。非法係啊，因為過濾嗰陣時間會有細菌入到去㗎嘛。我哋唔好理細菌，不過呢啲咁低能嘅條例，超低能，勁搞笑條例。係咪先？呢啲咁嘅條例咧係要 apply 落係100%成個經濟度嘅。咁你知英國人對於法治咁睇得咁重㗎啦。即係如果你係保加利亞條咁嘅法例嚟，個差佬拉唔拉，真係搏唔多個啦。不過英國真係會落實㗎嘛。咁所以咧，英國人咧即係。如果你係英鎊咧，只要冇咗呢啲咁嘅低能歐盟嘅條例咧，佢經濟應該會好轉嘅。而如果佢脫歐嗰下係有衝擊，而令到英鎊大跌嘅話咧，咪入貨咯，大跌。呢一 part 就係依依嘅強項啦。唔係我啊，買起你英國係香港人啊，唔係我。林依依買起你英國，我唔夠膽。我真係唔夠膽，但係咧啲香港人炒慣嘢啊，你知。係咁啊，所以呢一個就係會係大家你脫歐呢樣嘢都係嗰句啦，即係眾世人已經甦醒，即係 EETV 搞到咁好，除咗呢一個即係製作精美製作精湛，有咁好嘅嘉賓主持，除咗有咁好嘅嘉賓主持之外咧，都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嘅主流意見已經錯晒㗎啦，係時候去尋找一啲其他另類嘅聲音。希望喺呢啲另類嘅聲音當中找到真理。咁我覺得佢呢一 part 講咧係有少少影射中國同香港喎。我哋唔係啊，係呢一樣嘢，正勁。下 part 翻嚟解釋。美國人都覺得講緊係美國，係嘛？印度人可能講緊印度，印尼人講緊印尼，我哋香港人當然講緊我哋中國啦，係咪？不過全世界嘅病都係一樣。好似患咗愛滋咁樣嘅，或者 cancer。就算呢一場脫歐係一場大感冒，就算今次唔攞你命，下一轉都攞你班權貴命。咁你調翻轉，或者唔好個權貴，世界秩序。咁你調翻轉嚟講，你呢個感冒亦都會好翻嘅啫。唔係，你一定要即係治本嘛。而家個本係本身現有嘅成個。現有世界秩序嗰個建制系統出咗問題嘛？咁而家即係話事人基本上將架飛機亂咁飛，即係或者佢將架車係咁撞啊嘛。而世人開始醒覺，佢坐住架巴士上面拉開個窗簾望出去嘅時候，喂，
點解會去呢啲咁嘅地方，用呢條咁嘅路？咁可以造反，越嚟越多人拉開嗰個窗簾望到出邊，而唔係聽個導遊係咁同你講，唔好信嗰啲拉開窗簾同你講嘅人啊！佢哋係一啲種族歧視嘅人嚟㗎，佢哋係一啲性別歧視啊！佢哋係欺壓弱小社群，希望好戰打仗。冇啦，醒啦，啲人醒。咁但係有啲真係唔醒嘅喎，好似揸咪嗰個人咪唔醒，一路仲有人收得到佢。咁收咪嗰個有糧出啊嘛！揸咪嗰個有糧。我唔知邊個同我講過。好似喺李儀篇文嗰度寫，李儀都係唔知邊度聽翻嚟嘅。詐瞓嘅人係永遠叫唔醒嘅。唉，咁我又詐瞓，咁有啲人又真瞓，咁你真係好難叫得醒啊，係嘛？依依，你就係我哋社會嘅鬧鐘，去叫醒嗰啲真瞓嘅人。我已經叫到聲嘶力竭啦。冇啦，盡做啦，各位。好啦，下一 part 翻嚟，我哋問下孫柏文港獨點睇？你知香港點會俾你整個軍事基地？獨立咗咪可以咯？你就係獨立唔到啊嘛！咁而家個 key 咪就係呢度咯。嗱，獨立派咧，其實條數咁計嘅，你唔好諗住自己咧起啲鹹水化淡廠，起到話可以供應香港100%嘅食水，咁就可以獨立啦。我都想可以咁簡單。